主席，喺我哋喺社區觀察裏邊咧，事實咧有唔少商鋪咧都係空置，而且係長期空置，特別一啲舊嘅屋邨裏邊咧，咁可能即係個社會環境唔同啦，經營環境唔同啦。咁但係另一方面咧，我哋好多社福機構咧都希望喺房屋處地方可以租到地方做福利服務。咁如果會唔會政府會諗下啊？如果有啲地方係本來用商鋪嘅，但係長時期租唔到，因為個社會環境唔同咗之後，容許啲社福機構咧可以租用啲地方，當然係一個福利嘅welfare wage 啦。咁既可以用個地方，亦都可以咧提供個服務咧喺個社區裏邊。呢方面嘅諗法，你哋又點考慮咧？局長，係主席。其實頭先喺主體答案嗰度，我都已經係回覆嗰度，我都已經係提過。其實我哋係會嘗試一啲新嘅概念嘅。我哋係會響利用呢個共築幸福嘅概念推出一個計劃啦。咁就係共築創業家計劃嘅。咁就係會俾到向地區不同嘅年青人，又或者係非政府機構去提供一啲商鋪去試行創業。或者係試行提供一啲服務嘅，咁我哋希望咧，亦都可以咁樣咧，好好利用到呢啲目前空置或者暫時未租出嘅商鋪，兼且咧，我哋亦都希望藉住呢啲活動咧，能夠帶到生氣同埋增加個人流嘅。多謝主席。